追求比赛嘛，这样最好了。也是。今天是我们中华职棒31年的开幕赛的日期啊。这个日期我们已经延了2次了所以今天的开打，我想球迷都非常的期待，也因为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开打的职业棒球联盟所以全世界也都非常的瞩目我们首先要谢谢政府的订定的政策然后全民的配合，大家一起努力防疫，让整体台湾的环境相对于全球是比较安稳、安全的所以我们才能在闭门的状况下能够开打。那事实上，即使是闭门，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球团、球员裁判，还有联盟工作人员，还有采访的各位媒体朋友的健康所以我们近期来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跟超前的部署所以对大家有一些比较多的要求，造成大家不便也请大家见谅总之我们希望能够顺利的开打让全世界看见台湾防疫的成果，让全世界爱好棒球的朋友们有棒球可以看那我们为乐天桃园加油！这里1.5公尺，看一下高度。这个新的球队嘛，那也不是新的球队了，我接触的新的球队，当然就是第一个最先要做的就是了解球员的他们的一些比如说想法、心态、技术，当然是多少有一些了解了那就是心理素质什么的。当比赛危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用投手要怎么换？这个有时候技术当然是最主要的因素，但是心理层面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什么时候该要用谁，这是我到一个新的球队必须要先去面对跟了解的问题不过还好，因为这一次本来是3月14号开打嘛，那时间上老实讲是还蛮冲突的。后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到4月11，让我有多一点比较充裕的时间去进一步的对选手了解，这样对我来讲是多少有一点帮助。这样，其实我常常在讲总教练不是一个辛苦的工作，他是一个痛苦的工作当然，他最难的地方就是在于做决定嘛。在比赛进行当中，不管你是换代打还是换投手、换野手，都必须当下要做决定。不过棒球这个东西，它又是一个你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一项运动所以你换了不管你这一次换的是对还是不对，只要成功你就是对，失败你就是错。所以这个是蛮困难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说总教练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每一局或是每一个人次都在挣扎，他要如何做决定。所以这是一个总教练最痛苦的地方。我想每一个总教练对球队的期许应该都是一致的那目标当然也不会变，大家都是直指总冠军嘛。那年度第一当然是每个教练都是这样期许的，那我也不例外。我不管是以前或是现在，每一场球我都想赢，每一年我都想夺标，这是每一个总教练都应有的态度嘛，就是我想是不会变的。所以你现在问我的期许跟目标什么，那当然是总冠军嘛。当然是非常特别，因为这种东西，我想中华职棒不管是球员或教练，没有人碰过，因为这是疫情的关系。这我从小到大我也第一次碰过，不要说我打球，职棒30年了，我活了快60年了，我都还没碰过所以
对选手、对教练来讲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所以有很多人在问我说，像这一次的疫情，你们的调整怎么样？我说我都不知道，我只是尽量去做，到底是对还是错，要等年底来去印证。我想每一个球队都一样，他没有把握说他的调整是最好的，包括我也是，大家都在摸索。我希望我们这么做，我也很希望我们年底有一个好的结果。当然，就是以目前在台湾来讲的话，身为一个棒球人是目前的处境来讲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全世界都没办法比赛，只有台湾可以。甚至于有些国家的运动项目，事实上连训练都停滞，不要说比赛。台湾能够顺利的进行，虽然说今年是没有观众不过能够开打，就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也感谢政府在防疫这一环做得很好，所以才能让我们比赛能如期开打。当然我也希望说选手能够把握这么好的情况下，尽全力去表现。等到这个疫情过了，让观众能够再一次的在拥抱职棒进到球场来替我们加油。